来开始就是咱真正正港的养分，台湾台语诗人，哦，伊所写的台语诗也有合作起的吼。第一位我要介绍咱的台湾界上真棒的陈瑞，哦，伊的本名叫吴景如啊，吴景玉哦，即摆住伫加拿大，哦，加拿大的款，你讲加拿大，想袂记出来，哦，去年世界台语文化year，哦，伊有转来台湾，哦，看倒来，咱看倒来，看倒来即张图，第一现代什么介绍，第一个介纪念，安尼吼，创欢喜，看着我的老先拜，这真正，你若出伫国内，我操，大家拢捌啊，啊，这国外吼，拢看一遍面尔，安尼，创欢喜吼，来，安好，哦，伊的客是萧太爷，萧太爷，哦，这咱伫咱国内算重个，出去到外国，啊，已经过身去啊。算国宝级的作曲家，而且作曲人是一寡属于艺术歌曲。啊，伊艺术歌曲吼，足侪啊，为虾米萧太爷伊伫咱台湾较有知名度吼？来向尊敬就是，伊有甲咱台湾的音乐，用咱本土的音乐性加伊的曲内底。虽然我伊是无西洋音乐的，高点曲嘛吼，即种的编曲的，然后伊甲咱台湾即个土地一寡元素放伫内底，哦，所以来，即首诗吼，即首诗我有单位老师家己亲身朗诵的版本，念读的版本啦。我会记迄阵是世界文化运动，哦，每礼拜六，差不多10点半到11点，全世界哦，全世界，因为因加拿大、美国遐吼，伊是透早，咱遮是下暗，吼，所以咱台湾时间早11点，啊，伊便是透早，哦，爱就欧洲的人，都世界各地拢，你只要是舞台语的，拢会过来，拢伊个是线顶的，拢会，吼，拢会来参加这个，哦，迄阵伊嘛有邀请我去。线顶吼来介绍我的台语诗，介绍，咱我这个咧，哦，台湾歌谣，哦，古今的歌诗的形象安尼，哦啊，丹尼老师吼，伊人足谦卑啦，吼，伊就足进步，爱是写小说，伊的诗写无济，啊，伊的诗就是差不多拢诗歌，就是要变做歌，哦，我会记伊咧讲，伊写即首诗的时候，就是大家一个喊，讲啊。啊，但是拢说啊，你写作这老师啊，是毋是咱随时写诗，咱诗吼，啊看，互我们咱来读下来，啊，就一下想想的时，伊就开始写，研究就写，就讲伊写这首诗无几分钟就写好了，啊就发表出来了，叫小太人看者，就甲破起来，哎，最主要是，长期伫个国外吼。使用少量台湾这样物件，所以伊内底所有元素拢是用着台湾的物件。哦，比如讲，看到是茫茫的海水，思念是远远的故乡。种茫茫远这个塔树，就叫做云巴石。哦，30年飞鸟在流浪，故乡，我的故乡，中国云巴石。吼，边就是芳芳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应该是风吹啦，毋是风吹啦，风咧吹，这有分啊，有变调甲无变调，两种情景的吼。啊，一两站连雾咧开花，故乡我的故乡。啊，过来后壁我看吼，你听咱台面老师家轻轻咧读，伊读到尾啊时，伊后骨都低起来。我听到尾啊，我后骨嘛对低起来，嘿安听，人说吧，开始咱。第二次要讲第一条，这个影片啊，第一条，对这个是吼。即我伫网络即讲过来，吼。另外咧，故乡，看就是广阔的海水，思念是远远的故乡。30年飞鸟在游，故乡我的故乡。天就是茫茫的灰。风吹是静静的故乡，情感一路在对飞，故乡我的故乡。
就是内底出去是即个的报告，3、4工球啊要结束，高中外国，听到是真甜的笑声，做梦是细汉做梦，无来食餐厅要算水，高中外国，就是星星的所在，希望是永远的所在。每一个前来得救，普通永远的所在。伊咧参来，读到我听到尾，我后讲，我嘛对伊啊，因为咱诗人哦，诗人的想象力嘛，就爱特别，甲一般的人哦，爱较强啦。哦，第一点就是观察力，敏锐的观察力哦，观察力，边边一枝花，边边一枝花咧看，咱会看到，一般人看到哦，伊个外形玫瑰花真水哦，安尼。较我袂到有玫瑰的香味，就是安尼。诗人咧看讲，哦，伊下底有刺咯，莫会去卡卡无，这个诗人的看法。再是白色的，红色的，大家无共款的心境。开始较我去看，我一角点去啊。一般人看袂着，人看到玫瑰的水的所在。开始看，看，一角小可点去，开始我花皮甲花皮，就讲有一只。糖，一只金菇，细只金菇就内底，即个拢看见。这诗伊就看会着，这个观察啦，搁一想象啦，想象就是，比如讲，我看到面对我想是爱情啊，因为伊的花就是爱情所以伊也起一角去，我惨啊，就是失恋啦，残缺嘛，就是无讲的爱情。假如讲有一只金菇伫惨啊，这段爱情有别人来交叉。诗人的想象力就变安尼吼，这就是陈李老师伊的想象力，迄阵伫咧，敢若现场写的时阵，就是拢写落来。所以我咧读伊即首诗的时阵，我嘛去想讲，卡苏我人拢伫当年啊，80十当啊，拢是伫咧外国对吧？咧想台湾的物件的时阵，迄种心境，对头开始睇。我头摆就一直咧想啊，想讲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到尾啊是伊请到伊的后本人的，我真正拄情绪嘛拄到遐，我后本嘛对伊安尼吼。咱来听，伊即个版本吼伊有足侪版本啦。我今日用一个独唱的版本，伊毕竟萧灿老师伊拢写艺术歌曲嘛吼，来，咱听看觅，下摆听后即条歌。短短啊，咱莫听好煞，是听即条歌短短啊。这大题迄叫叶青青吼，叶青青，伊是咱国内著名的音乐家，教台湾家做熟吼。咱歌手咱
你听着做心啊太深吼，这叫抒情人交音。我嘛是这种的，我嘛我伫咧教因为内底有几个就知我较早咧关哦，做囡仔开野龙洞哦，安尼关17档，关到变做4年安尼，家己做因为我伫内底做一个老师，黄南海老师，现在会介绍着伊唱的吼，然后对学生讲伊拄个影响足大，因为学着这艺术的物件了，我开始加入这个台语文化创作，即条路。出到了，我嘛去阮老师演艺团要唱一张，作为我宣称首席人交音，因为内底另外一个70几岁啦，所以我演毕啊，所以我是首席人交音，对我拢戏称啦，无可能啊。现在我来讲，阮老师讲，伊唱一条歌，反正听看卖，咱来看后一首。我来向阳吼，这是我的偶像吼，向阳，就真正伫前方看着，我甲伊讲啊，毕恭毕敬安尼，我看着我的偶像拢安尼。伊三个兄弟拢写诗的吼，向阳靠名，第二叫林玉，伊有带人打，带人打，算拢破病啊，身体无介爽快。第三个带台南，我就听有听。叫林国伟吼，伊教我较好，迄个我甲伊讲就称兄道弟啊。但我甲向阳老师讲，我真正爱你做手体好安尼，唔敢安尼虚虚晃晃啦吼，来，讲世界渐渐都来的是，讲即条歌吼，讲向阳老师伊所写的台语歌词吼，足侪，讲有时伊咧写是，伊无是讲我要写歌啦。是，伊是咧写一首诗，咱看着讨厌，所以有时伊无在讲是阿文，伊无在讲是因为中间有拢共款，无伊一个看，咧边个饭包，人来合作是去，变做一条歌。伊个中间伊个上文有啊，伊当时讲一个故事尔，咱就讲铺起起来共款。所以一首好的台语诗一首好的诗就是自然都有人会去改。学出来了来，用各种的方法来推销落来。是讲，甲变做歌曲是一个上介紧、上介直接的。我买车开着啥物钱？你爱拍电影安尼做广告做，你也若要做歌尔，就一个作曲的，就咱唱嘛，随唱出来。成本上低，安尼，嘛是有即个向阳老师家己亲身朗读的版本。伊个内底个意思讲，伊嘛是讲世界渐渐落来是啥物情形来，伊要看了，来，伊要看伊安怎读这首诗。我最爱听向阳老师的吟诗迄种个人魅力。我是气人，我家气，想起咱牵手也有一些，我经过地顶上一场雨，更能保护所有，也有轻声细水一起煮，世界变成对。OK，伊即个版本有足多人播起啦，我今日我会接一个刘玉珍，刘玉珍老师伊是阮台南人，为虾米会特别？咱过山伊，我甲即个刘玉珍老师有机会一见面。我会记我有一届伫咧台湾文化馆，有一个咱特别一个专案，叫我来教台语诗，6节课尔。6节课，内底一个学员，学生囡仔呢，伊就刘玉珍老师的祖囝啦。当上尾7节课的时，
有一阵老师回来，讲最早才会外面啊，讲我写台语诗的安尼，伊也知我的故事，伊也知我是阮老师黄南海，我讲我香港老师的学生安尼，讲最早是要熟悉我。当迄天拄好因组起来报外面，报外报名我伫遐上课过来安尼，所以我来跟我今仔算是即刘玉春老师伊所托起。伊嘛是一个机会，一个合作两个机会，就阮台南市来，咱来，小等来听一下咁伊拄则先介绍啥啦？咱来看一个诗人，伊安怎去写歌先暂时一下，拄出来题目先暂时一下，OK， 来，就讲世界。渐渐落来的事，就是思念出声的事。思念敢会出声？袂嘛。是讲你捌着听到咱即摆受什么人？咱受什么人个时，诗人伊袂讲，我正在受什么人咧？诗人足搞怪，伊全体讲，伊要讲的话拢藏起来。明明就是我要讲我爱你，伊就讲伊爱我，会讲某人爱我，会变安尼所以讲。是思念出声的时，这个死袂人个所在若通外风顺咧好，天顶个星闪闪啊是，足奇怪我讲个音乐性，真正因这高人咧写台语诗后生以后有要变做歌个，开始伊本身伊咧写诗时时呢，就一个音乐伫内底咧引导。他主要出来，准好，闪闪啊是，伊袂讲真正个是闪是，迄讲闪是，闪啊是做无共，闪啊是伊个名较方便世界渐渐落来是我伫醒过来暗暝想起着你，原来答毋伫上尾想着你，即个思念开始你有咧出声下底差不多也同款，想到故乡个代志。比如讲，火金果提前招过来，招过来长期，到建南蒙古到沙坡，即种伊故乡的，原来伊想着故乡，就是咧想着故乡，到轻声细细的溪水，你溪水有诶足急无，有会记东部迄边的溪水，咱特别较紧，像拖了较强。你若西部这边慢慢顺无人无呢，那阵就要错起来，水咧啦，就算轻声。你若是像我来讲就要错起来，无人无呢，来讲人诗人来讲，是轻声细水，这个讲一句，所以是我的老师咱来听一条歌，伊是刘玉珍老师咱可能听一寡因为这个是讲起来别个知拄久我咧听嘛拄久这个刘玉珍老师。
为什么细个点建筑的，都是拢无声，暗时啊拢较无声吼。所以一般讲点建筑拢暗暝嘛，家一个会想起着足多代志。一个创作者吼，伊一工应该拢爱播出一段时间，无就讲是一直爱创作，爱去想代志。然后即点我还未做到的吼，即点是陆王秀老师甲我讲，伊讲吼，因每一工吼，伊一定伫咧伊个册桌啊，伫遐坐，凡是咧思考，凡是思考今仔日代志，或者是思考着未来的代志，较过去的代志，有点讲就是写落来。我就听着伊讲陆王秀老师写的话时，我家己我嘛有智觉，我愈来愈稳当啊。即摆拢咧教人安怎写诗啊，家己拢袂咧写咧，做下去吼。所以我家己嘛咧检讨。OK， 来，咱来看后一首拄则是因这种草番薯诗是啊，伫个1999年代迄阵吼，咱本土台语文学界吼，第一个诗社就是番薯诗社，即个番薯仔头黄建仁老师吼，黄建仁老师吼，差不多即阵啊。几啊工前就老人痴呆吼，咱第一条拢咱看到来相片吼，即我前几个月去看，我甲黄线老师去看黄建仁老师，迄阵拢，我会记旧年去甲看时阵吼，伊阁叫会出我的名，今年去甲看时，伊一直看几部，知影我。捌无叫袂出名。我讲我啥物人？对，你就是安尼。伊就是安尼。伊即摆咧讲话嘛，袂足清楚啊。就用伊个感情，用伊个表情咧回答啊。来，咱来看一首《南方甲故乡》吼。其实即条歌吼，我第一代里搁咧看的时阵，我就听过啊。迄阵是阮老师唱的。因为阮老师嘛，甲是做几啊十当个好朋友啊。我会夹着食无夹嘛，是我去云南安老师吼，就伊即条我会作曲者。然后南方，香港的南方，你看，迄风是啥物？风上个是，咱若讲写诗是五感五感。风是触觉，风吹过来凉凉烧烧，咱就恢复即个触觉，就讲。诗人嘛变做味觉，好食，真好食。风是啥？风是啥食？真好食的滋味，为惊过为拍色仔正，为风果的摇动飘散过来的一种滋味，是香港的南方，香香的南方。把这触觉变成味觉，嗅觉。味觉是好食的滋味，香港的。这是属于味觉，下个食了我想要吃，我爱困啊，无外远，通远去边金光闪闪，过来去嘛吼，伫我爱困的面前搭一条香气扑腾的万里稻香，视觉搁出来，明明是风出来，稻香，南方捌稻就是。即个南方就是伊个故乡，伊个故乡啊，咧喷油啊，咧种油啊，这就是足正统的咱本土的，为着即个土地写的物件，爱甲即个风的味也好，还是油啊的香味也好，拢变做是味觉，完全应该是触觉甲嗅觉变做味觉，即个感官移位，这个写诗啊，这真会着种小诗个，咱来听看卖，听即首，听阮老师。唱的来，云南安老师，伊即摆嘛80几岁啊，应该80呾款。今年已经旧年今年初旧年初较开始一场演唱会，算80呾块袂起来。伊28年厝的啦，民国28年厝的，应该80呾块卡头来。
这个阮老师吼，我叫文书啦，恩师吼。我这世人嘛，若无为着这个恩师吼，我可能嘛是一内底乖乖出来，搁继续做人外面一事无成。伊看我落去袂起声，我看着阮好朋友当同学，我伊，你离婚两边来啊？系啊。哇，感恩。这当然上盖就伊哦，而且那个伊个心内意，心内意安尼，小等者。我来，我人来生的吼，就是我受到伊个影响，我开始手艺术无停嘛吼。我自小我就做手歌啊，我就十几岁啊，20几岁还佫歌手比赛。我迄阵南部出外是拢成绩拢袂歹。我毕业了，我听着我老师唱我较早的歌声吼，沙啊，真正沙啊。人个迄种声我唱过，迄种震撼力，声个穿透力，原来会当安尼唱。所以我对学声较了顺吼。我即摆对我声个控制特别较好。你轻点动，甚至讲声特别有好个，即个穿透力较有力道。因为自从咧教册了，我一定要教册，逐工仔咧教册，声拢沙沙，拢沙声。即摆走唱两条怪光阴的，人家怪唱的，光阴的唱的，就无声，就闭起来。来，现在吴建明先生吼，伊讲，咱即个课叫做讲故事嘛我是讲每一个诗人后出几个字我拢捌，上尾迄个一个叫郑雅士迄个伊是我捌看过伊就讲因为伊教有一个理念，真讲，每一个我拢捌，所以我通讲伊一寡安尼讲八卦，讲伊一寡八卦，即个八卦咱变做是咧诗人的一寡伊个，咱咧讲故事的种，甲是真正是啦，即个写出来哩。我会记我出家时阵我迄阵还佫入来个，我因迄阵有办一个海洋文学奖，我迄阵做海洋文学杂志，蔡金安蔡老师因办一个海洋文学奖，办5届尔。我是第3届散文第2名，第4届现代诗、台语诗第1名，第5届的散文第1名。即3届伊拢申请媒体内底颁奖给我迄阵足钱。一个犯人咧乖甲人个出版商，而且因为伊拢规定阮一个台湾界先摆，吴建明啊、陈明啊，甚至讲现代周伟都要批。即个头人做编媒体甚至讲我第一本诗集，因为我大学春天嘛是蔡金安因即个金安出版社替我出，我家拄着现代诗的第1名的款，因为去颁奖时线。新册发表，伫个交甲内底，新册发表，全台湾我第1个，我第1个做电视界袂过，阮因为我是合唱团的，阮从南海过去台南港伊做一合唱嘛，我是班长，所以我嘛有表演，接触做使所以迄阵咧乖乖我既然出名，做无简单，所以即摆做咱咧讲的，做爱惜羽毛。毋惊，咱毋敢做歹，做歹惊火头惨啊！至前10几载个拍拼，全部拢无休去。所以安尼嘛是即个光环有好也有歹，有好就是会甲我提起，歹就讲你莫靠着即个光环就来食利息，共我要有创作出来，要有叫创作出来来 OK， 即首爱跳过，来，通台湾，即咱可能，在座台湾较熟林永敏先生，永敏先生是我所熟悉伊个台语散文，查甫个台语散文写了上好个，伊个诗甲小说还佫无在过，但伊散文写了足好，伊个散文属于精致散文，就是诗化的散文，所以我买手我个台语散文，我买手着种，就是因为读着伊个散文。好伊个写法，
原来会当安尼写散文，用一寡诗句的方式来写散文，就一个描述的过程，加一寡诗的言语入去，所以我时间是一个名，一个英名就写安尼。这首诗跟大家都写到毋通嫌台湾伫个旧年阮台湾搞一个着你问义务蔡基南蔡老师伊9月7号生日，爱做一个音乐会，邀请四个上金光的大咖，林阳敏一个，陆元秀、向阳甲陈明这4个诗人去演家己的诗，拄好我有伊的版本的款，敢有？你看林阳敏当初的版本，林阳。安尼可能无法度下载，我这边甲下载过，无法度，这嘛是迄天翕的我来插过来我会记杨明生个迄天，伊咧读首诗的时阵，到尾伊关这3段尔，伊到尾搁简单第4段，最可能你去 YouTube 你去点一点林阳敏，毋通嫌台湾，伊。拢从迄个方面就出来，一分完整尔来。咱若听祖先写的毋通嫌台湾，虽然土地虽然有较热，阿爸的肝，阿母的血，就乡土满世界。杨明生讲伊即首迄阵咧写时，伊讲我要写歌词啦，我是要写现代诗，所以听讲即首诗内底有已经有。伊讲是40几个版本，有人替普及40几个版本，但讲上届穿的即个版本，小倩的版本来，所以这就是台语嘛，我讲的，用中国是个台语，以后咱若听祖先还是咱若听子孙，咱若听故乡，第二有写的毋通嫌台湾第2段共款，第3段共款，这就是台语的写法，台语用一种，因为摆比来讲，摆比即个手势的物件来讲，你爱接2连3，你爱上，你爱要用句对啊，上起码你爱3句以上，你爱要段你爱3段以上，伊的内底伊的结构是共款的，所以你爱要用摆比即个小诗句的时候，恁就会去享受上起来想啥个物件出来，比如讲今仔要写树你要想到啥个，甲树无关系的我只是讲树的代志，你去想，你可以用鸟的角度去想，边仔草的角度去想，太像白云、花云角度去想。你讲一丛树这个台语，都伊的结构感觉讲的物件拢是你讲一个主题尔，伊讲的就是毋通嫌台湾，这是足典型的迄种台语的写法，足多人。现代诗伊也是按什么编作曲的大部分用台语的写法，安尼较好编曲。人要是因为当底阮差不多，拢共款嘛咱就没有你道理的好，咱再来看。我最爱听这个徐锦纯的版本，咱来听看卖。
伊拢共款啦，三大一拢共款 ，OK。啊，我今仔日向一个好朋友来，讲赶时间啊，讲我是小概伊的部分安尼，你起来有了陈东宪，有了，这个我看，这个尾导，本人比小平安老。哦，这当然吼，这是我介绍的，就是我就来讲这个故事吼，大明兄吼，伊也袂讲我出过早就是讲你国新人较教我，我记我出到迄间地公创经，我写收视参加咱教育部的，嘛去你嘛少，班公布这种名单的去讲，我就第一名，第二接袂煞，迄工拢采访去采访，结果去到颁奖典礼时吼，就是采访当中大明兄伊第二名，这首就是第二名的作品，我就定咧讲，写歌词用歌词会当去参加舞晚奖，我着全国第二名，我出一个，可厉害诶！我拢写现代诗诶，伊就是用歌词，伊诶歌词内底共款就是有讲诶物件，安尼，所以伊家熟悉了吼，因为了住台中，以后是后去台南，伊拢会找我，最近因为伊即摆拢离婚了吼，咧顾伊妈妈，我妈妈即摆伫咧好尾嘛，离婚好尾啊，廖龙义。我去讲我妈妈了，我想要过去遐坐坐，其实爱开讲钱诶，我今仔日讲我要演讲，特别过来啦。结果我今日请家己部分尔，所以应该是我开玩讲真少，伊诶歌词干咱，我来讲心内伊这些，当然伊讲伊就是写歌词诶啦，伊毋是写诗，伊就是讲我毋是写诗，伊写歌词，但我伊咧写歌词诶过程嘛，对嘛？伊名写讲甲一般袂遐算较粗俗，所以伊咧写歌词是咧参加比赛。伊个词写出来了会配合一个作曲家，开始先拢是家己写，了后变做一条歌了，摕去比赛，歌曲比赛原创歌曲比赛。我会记伊，我实在。几站了后，就来当甲伊鼓励我着写歌词。伊讲我这第一次写怎么来写歌词上好？伊甲我讲嘛，对迄阵熟悉迄阵到，伊过来找我，应该差4、5天吧。伊讲伊这4、5天，伊写歌词着少诶，变着超过300人。安尼了我写到要死迄落，第一名，回到好诶，大概5万、6万安尼尔。大概一载就一种50万诶，要60万，以我成诗歌嘛，60万，一条歌60万，比先就较好读咱就讲爱有迄个才调，所以讲当然伊咧写词诶时，伊会甲文学是加皮，伊即个文学是加皮嘛，就变成现代诗。我毋是咧直接讲话我是趁调诶，趁调诶咱来看一首诗来哩。是咧写啥物？伊是唱啥物件？伊讲伊嘛写足明显啦。来讲伊咧用出来，甲一般你咧歌词或者你看袂到即种文学的水准，你看新来嘛，风伫天边咧写呢，即句就是诗啊。我定来讲大叶伫天边咧写飘飞草水，大叶啊，老鹰啊，伊咧飞的过程。迄个伊个航行的过程，就要出来写草书，甲我意思，风伫天边写呢，写啥物字？后壁慢慢讲，魂是多情的万水，问一笔写万字，描写着日夜低迷的关系。这就作别开始，开宗明义就是魂，风甲魂是甲人无共的物件，来讲伊甲二元化者，会当作是伊是会叮当的。甲人是有感情的，来，你亲像风在写呢，你即个你，就
就开始有点出来。我一首诗就是要写你啦。哦，你是啥物？你是你亲像看咧写你，目水有错落的滋味。下底这四句是我感觉上水的诗句。欢的是我，得的是你，红的是喜，乌的是悲。这四句对吧？都代表男女时间咧谈恋爱的悲欢离是愈来，就伫个这四句内底。哦，最简单的就用失准，欢喜甲得，就拄仔像咱写字啊，嘛红色嘛乌色，哦，就拢甲你有关系的，心内有关系，哦，再来继续，慢慢来。哦。就副歌嘛，写伫阮心内浮浮沉沉几落年，写伫阮心内风风雨雨到无时。我讲他词伊的字的音乐是要出来，所以一条好的歌词对吧？咱一直看到足多伊用着他词，尤其是在伊伫他词的过程，伊的音乐是特别较丰富。今夜风云悠远在天边，今夜我是我，你是你。写伫心内的字，咱只爱青春，无爱过去。头前讲啊规段篇，结果后壁是，已经分开啊。即摆咧想你啊，为什么？即种写伫心内，即个字就对，拢是较早青春期时阵，热恋时阵，来讲无爱过去，就是伊的过去，伊的现在是已经无即个过去。过去伊个青春是伊所爱，就讲伊所写着讲，伊咧想一个，看一个初恋，伊内底有写有初恋，你写有初恋的过去，但用一种伫心内咧写字，种心内你就是种心内你就是思念嘛。就老像拄则咱有看出思念出声的诗，即个心内伊甲我做一个具象字，一个字声。即嘛算具象哦，字拢是安尼。即条歌咱讲听啥物人唱？感觉听？你叫袂到即条歌。迄阵你听我讲你知影，你讲啦。你都当位唱的哦，你也看即条歌看落记得，来，咱来听当位的版本。小等下听了像咱个搁听，叫中央起来分享者，看我拄仔讲的对啊毋对，毋对你甲我拍相嘛去，连我自己袂讲，已经补充你。来。
无人咧讲咧，来咱方言咱方言，咱起来甲咱讲几句啊，叫我做好个朋友，伊要叫我写歌词趁钱，我歌词写袂出来，做项目。我是讲来参观的教我来讲开舞的，因为搭即首南投我是哪会来？我甲南投有真厚的感情。咱伫差不多10几年前，咱有举办一个日月潭甄选歌曲比赛，你毋知有印象无？迄个比赛我嘛参加，我得三个奖，一个第3名，咱2个车做落发，所以迄边了，我甲南投结了真深的个。为虾米？迄阵的馆长只要咱南投要写歌，一定找我。所以咱所有南投，咱举办过台湾灯会。咱举办过活力，举办过花卉节，民间举办过火车好多节，个东埔举办过温泉季，所有主题我拢捌写，咱南投10几年来主题我拢写，尾啊换馆长了，伊较无咧重视，即歌曲，所以就无搁写歌所以我甲南投有真深的渊源包括咱的公共副处长包括咱的文化局一寡同仁拢有熟悉即首歌江辉尾啊要出最后一个专辑《弯照高飞》，伊迄个歌准备3年，为虾米收无着歌？伊迄3年开始咧找歌，找到家己焦虑的，你知无？因为江辉为跋杯专辑了，伊的气质拢提升起来。伊因为伊要改变伊的气质，所以跋杯专辑就足注意。所以了我跋杯了，伊的行的歌路拢无共款。尾啊，佮出即个弯照高飞，弯照高飞前后出3年。3年内底我有2首歌去选去。第一首歌就是《思念无多》，你毋知捌听过无？吴声梅的《思念无多》本来就是江辉要爱，因为江辉3年拢收无着完整的歌，所以陈总就甲我讲吴声梅迄阵都过红人版20关，过了的时阵，因过关了拢有一间唱片公司替伊出专辑，迄年多轮到陈子豪，替吴声梅出，所以陈总就敲电话我讲老师你迄条新代志是毋是咱会当提早吴声梅安尼，我讲思念无多，提早吴声梅，我讲因为制作人已经讲咱嘛袂，咱讲古作歹势我讲好，安尼去调吴声梅，吴声梅嘛不负众望嘛，伊条歌嘛入围最佳专辑、最佳女演唱、最佳歌曲虽然伊最后输互李亚莎输一票，7比8输去，因为输迄票，了我吴声梅5年来无让他出唱片，他耽误了他的一辈子。如果那一年思念无罪，他得奖，得到最佳女歌手，共款，迄情形拢无共款。所以这由来就是讲尾啊，江辉为着要出弯照高飞，所以找无歌，找到尾啊，这条歌本来就有啦尾啊，陈总嘛老讲无这条歌咱就结束，因为他那时候找到梅歌了，所以下晡一出去，一定唱陈明章一首一定唱，所以安家勉强凑成10首。这一首就是《远走高飞》专辑最后一首歌，会当讲伊出专辑 EP 卖是讲啦，尾来出咧金门高粱文文里面上面有一条歌无，那是 EP 就不算，以他完整的专辑来底，这首歌是他这一辈子最后的一首歌，所以这是一个纪念。大多骗老师已经有讲过啦，已经这写法真简单。当初我甲伊比赛，伊第1名我第2名，颁奖的时候伊坐我隔壁，其实迄阵我这条歌本来曲嘛是我写，我有送一个专辑，可能也摕单调，伊坐我隔壁，还佫吹啊，佫有酒味啊，我讲你昨暝啉甲酒水，我才摕，我摆来吐槽一下我才摕专辑互伊，我为着要去整送伊我牵去咯，差不多我家己本身唱的，我的版本甲这版本共款，
款。啊，我的班配啊，陈子龙讲有一点老气，啊，所以才叫方炯明写，啊，方炯明较少年时代，啊，这条歌大家的分析也是真好，这条歌真深刻吼，深刻，因为当初我选这条歌去比赛，是因为伊字数足少，啊，我台文的基础无啥物领好，啊，我嘛是专业的台文作家，啊，所以我感觉讲，若要比赛，我选一首上简单，我要改一寡罗马拼音来啥上简单的，所以我就来选这首去比。而且我的歌词是足济，啊，这首上简单，啊，是因为安尼才用这首去参加，啊，伊的写法是真简单，而且我咧写这就是本身我是徛伫作词歌词的角度去写我的物件，啊，无啥物拢是诗，啊。用诗的角度去写，啊，所以伊的诗集有，但是流行歌你诗集伤深，可能变艺术歌曲，哦，啊变咧什么一般不是流行界要唱的，啊，我走的是流行乐曲，哦，我流行乐曲因为流行乐曲摊较有钱，咱较现实就是安尼吼，咱为了比赛为了趁钱，所以咱行一条较现实的路，哦，啊因为理想因。我足钦佩，足有期待的吼。伊讲伊迄台语诗安尼咧挂名，啊，当然我嘛希望讲，伊有一天伊会叫我发现，伊原来伊的台语诗嘛是足好的歌曲。你到尾啊，好通转来，迄首就足水，啊，迄首真正。啊，大概解释了，我嘛感觉讲有够成管理啊，吼，哦，可以。啊，无紧啊，你只慢慢影响，个人有个人的解读。它是一首很强的歌，很深刻的歌，歌词很简单。啊，我的歌曲你会当上班路去查询，拍外面。我的歌词小可3年就拢会晓读，因为我用足简单的字，我无用足深的，啊，互大家会当足容易理解。啊，我即摆伫西个社区大学，我咧甲台语的歌曲的形象甲创作，就是咧教即部分，安怎去写歌词即部分。用上简单的语言写出上深刻的一个感想啊！我写这个用意就是讲，我要缩短歌甲诗的距离，人甲台语的距离。所以因为咱甲台语有一个距离，用字啦，也是讲你本身台语字袂晓写啦，所以咱会惊。我就是去做这种工作，互你莫去惊台语，莫去惊讲台语字要安怎写，你袂晓用台语表达。所以我希望讲，大家会当亲身去讲述台语的创作。所以我即摆伫遐有一寡效果出来，我学生开始敢写，写我就足忝，我爱家己改。所以我嘛改作一篇物件，伊嘛感觉讲因为有收获。你今日来听这个演讲，对恁来讲一定有足大的收益咱接无多谢，咱若拄好都靠，然后一张钱付无，咱叫付5文钱，